去农场体验饲动物捡鸡卵哦，这款生态的体验有可能会违法。桃园道农场向检举讲违反动物登演法，上济是罚款25万。也毋过有农民是话冤枉，因为法规的规范哦，确实无够清楚。鸡咧孵卵，也佫有家母带鸡仔，青龙张志忠伫桃园龙潭区经营农场，除了饲两鸡卖鸡卵，推出出租鸡仔甲孵卵体验，推广生命教育，也佫有看鸡、捡鸡卵等生态体验。最近互人检举违反动物登演法，农民讲这互伊毋知要安怎做，认为无合理。做体验这件事情是很多人都在做的，那他们没有被检举。他们可能不晓得有这样的法规，那如果说他真的触法，他可能就会直接被开罚。动保人员到场勘查了后，认为出租鸡仔属于商品卖卖，是市场自由，并无违法。不过农场有收门票，导来游客看鸡、捡鸡卵都被盈利，会当罚5至25万。不过会先看到，若无改善才会罚。有许多业者反映这个门槛太过于高哈。那这个部分是否已经有放宽相关的一个规定哈？只要你有营业登记或者是税籍的一些证明的话，就可以提出申请。动保处表示，动物登演管理办法第108年9月修正过了后，业者需要有观光旅游业、休闲农场，也是教育机构资格才会当提出申请。目前市府已经放宽规定，会继续协助小规模农场出示动物登演许可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新闻来看报。